用到升压模组，或者说升压模块、直流马达、无段控速板。这个画面看到那个手拿着那个，就是在转动的，有个叫按转动的钮，这个叫做直流马达无段控制速度控速板，直流马达无段控速板。你看前端有4个孔，右2孔是入电线接进去，电源供应进去，电流进入了。然后左边2孔是电流输出，接到马达的，它还接到电表。左下角没有拍出来，是那个升压模组，也有叫升压模块。它用那个1字形，那个螺丝起子在旋转，逆时针转是升压，顺时针转是降压。